廟嘅聖物，我啲下都話求財非常快。我啲下供奉緊靈童同埋招財女神，都話呢間廟嘅聖物非常之靈，招財嘅效果好明顯。所以我今日特登翻嚟再揾多少少。呢一尊非常閃呢個我自己都要揾翻一個收藏版嘅。龍婆爺、龍婆地係呢間廟嘅高僧，佢哋做嘅聖物唔使我多講，非常之靈驗。就係龍婆地依家嗰個太皇啦。咁後邊呢個呢，就係鋪面婆就咁就係上一個皇帝啦。當然有啲人拜完之後冇乜感覺，但其實有冇諗過會唔會係你供錢同埋供奉嘅方式唔啱呢？正確嘅方法係你供錢完聖物之後，一定要攞俾住持開光，佢會幫你念經叫醒靈童同埋招財女神，同埋一定要用經粉。今次我幫客人請嘅聖物一定要經過呢個步驟，翻到屋企先會確保有效果。我係廟方都會俾你咒語，記得一定要念下。如果你自己都拜咁，但係冇乜效果，你諗下係咪邊一個環節出問題？如果你唔知，可以 DM 想知俾我會幫你分析。